美国即马要卖互台湾108台 M1A2 的战车，伫咧明年头一批38台就会到位。也若咱国军是打算要起45座战车的掩体，原本预算是9亿，也毋过即马包商煞跳出来讲爱17亿才做会出来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跳出来回应讲，会提出其他的方法来解决。 国军强化地面作战能力，向美国买108台 M1A2 战车，头一批38台预计明年就会来台。恐惊面临车保不足，出现战略保存的维修，因为国军战甲车是放伫室外，欠控制设施，真歹挡强军的第一击。对此，国军规划新建45座战甲车掩体，原本预算9亿，也毋过设计承包商煞要求提款到17亿，若无只会当完成20座，专案目前无法度招标。 推动是有困难嘛有很多实际的问题，缺工缺料，还有这其他很多因素。那国防部也一关关克服，不能讲说完全这个就停顿了。但是要推动工作的话，总有方法，分批的、分年的，还好就像我们平常有掩体也是可以用的。为了应对中共无人机侵扰挂离岛。 国军买无人机甲研发反制系统，陆军也拟定3大关键，部队会当优先用枪，也毋过爱评估射击范围，敢有飞行器。无人机角度点，敢是伫海上3公里内，敢有船只顶。若有安全顾虑，才会当用干扰请反制。不过前反驳，安尼会白卡白手。那既然来犯，就代表没有好意嘛，没有我还要考虑什么会打到海里面去，这个，哎呀，这样的话绑手绑脚工作做不下去。 两化危机对立局面，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启航时节，欠亏到当阿伯堡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杰三度出席北京香山论坛，强调无论什么人要将台湾为中国分裂出去，中共军队绝对无答应麻痹手软。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，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，绝不手软。 听习近平的嘛，对他整个构想大概是军事都是支持国家战略嘛，因为目前他已经成了一个好像常态了嘛，常态在里面有小幅度调整，这就我们平常国军在关切的。邱国正表示，中共对台威胁常态化，无受人权世界影响。中国国家战略无变，军事战略都未变，国军会继续掌握中共特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